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勤俭较有底，浪费不成家。古早时代要趁食，无亲像即摆遐快，所以时代常常甲阮讲：俭才有本，才有底，莫伤过头拍开，有够一千就好。也会记哩细汉的时，阿嬷拢捡阿兄阿姐穿袂落的衫裤，互我穿。毋过衫的花草我无介意，阿嬷叫我着较俭咧，会穿哩着加减罔穿，莫浪费。有啦，一半摆啊，我会遐来穿。到即久大汉，家己趁钱啊，知影趁钱无简单。买物件一定要有用到，才通买。用袂到的买回来，嘛是拍算啦。所以古早人咧讲即句俗语，原来有伊的道理伫咧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